大家好，歡迎嚟到 Follow XPI 土陣一。好啦，又到土陣一嘅講解嘅時間啦。咁之前有講過水陣啦、木陣啦。咁我哋 Follow XPI 咧嘅系統咧，仲有一套叫做土陣嘅系統嘅。咁未來都會繼續有唔同嘅系統，不過我哋先處理咗一個嘅系統先。咁同時同樣地啦，咁啊最緊要係 follow 我哋啦，同埋多啲去讚好或者介紹俾其他嘅朋友去介紹我哋嘅系統。咁我哋亦都講翻 Bitcoin 啦，集中翻一直都係即時嘅釋放嚟嘅。咁我都強調1分鐘係唔建議嘅吓。咁但係我哋即管打開1分鐘去睇睇。咁土陣咧嘅系統咧，其實係只有土陣一嘅話咧，其實只有一啲四葉草嘅花嘅啫嘅標誌嘅啫。咁呢啲嘅標誌咧，唔代表之前水陣或者木陣嘅一啲先嘅開倉指示。咁呢個係一個我哋成日都強調嘅一個止賺或者分段減持嘅系統信號嚟嘅。XPI 嘅系統其實大部分嘅格式咧都係線咧，就係上下嘅一啲開倉分水嘅指示。而除咗線以外嘅咧，出現一啲點又好、數字又好，或者係啲圖案都好，其實都係一個分段止賺嘅系統嚟嘅。咁1分鐘其實固之然係睇唔到太多嘢，但係都會睇到一啲呢隻綠色嘅四葉草花，即係話俾大家聽，呢啲位係開始要食糊喎，或者甚至會反轉。但係我哋從來唔會建議喺呢啲位度去做反手嘅，食糊位係可以參考，因為佢呢啲位置，如果你喺呢啲位置度做咗反手，1分鐘嚟講就佢要去夾㗎啦。咁所以呢個要大家好清晰嘅注意，純粹係一個提示你分段減持，或者有機會係摸低頂嘅系統。咁我哋唔講1分鐘啦，因為我唔要1分鐘真係收級眼快嘅人先適合操作嘅啊。咁講翻睇翻5分鐘啦，嗱咁就係大致上就係咁樣嚇，睇到一啲啱啱即使出咗啦，咁就有啲支持咯喎，咁就抽緊上去啦嗱。咁又再睇下15分鐘更加清楚啦。Bitcoin 喺呢啲位置度8萬幾嘅時間就有一定嘅阻力嘅喎，落咗嚟咁啱啱出現咗一個花，咁土陣嘅花咧，其實去到尾咧，佢係可以繼續延伸嘅，只不過去到呢個位咧，佢會一定係即係你要行埋成支竹，佢先會顯示到出嚟。即係咪都一路會顯示，但係行完一支竹先會確認佢係會唔會再順延去褪低。所以你哋如果用系統嘅時候咧，要仔細啲觀察，睇耐啲先真正可以去採用呢套系統。但係睇翻啲過往嘅記錄，甚至乎而家即時嘅記錄，都係可以好清楚睇到嘅嚇。跟住我哋再講1小時。1小時亦都係我哋成日強調嘅，唔好成日掂啲短嘅時間窗，用1小時去睇。96,000點做或者食糊，大概呢啲位係由支持上翻去，再有呢啲有少少反彈，呢啲位就鎖頂、鎖底、鎖頂。嗱，呢個位就唔係啦，大家會睇到啦，出現咗一啲冇任何嘅支持喎，再走落去喎。咁所以就強調就係點解唔可以攞嚟做起倉嘅系統咧？因為真係會出事嘅，咁所以純粹就係話，可能喺呢度你做咗彈倉呢啲位置，跟其他嘅系統，跟其他線位做咗，嚟到呢度可能分段減持，再嚟到呢度再出再分段減持，只有係咁樣用嚇，即係等於而家一樣，1小時出現咗，佢都會繼續落去嘅嚇，只不過短嘅時間窗都會有一定嘅支持咁解，好似頭先呢度1分鐘、5分鐘咁有少少嘅震彈力，再講4分鐘啦。唔係，再講4小時啦，咁啊，亦都同人哋睇到一啲走勢啊。咁土陣一咧有個未夠加強嘅原因咧，就之後我哋再講土陣二，就會有啲加強嘅信號。土陣一真係暫時
一啲咁樣喺呢度出現咗，就彈咗上嚟，琴日82000點都升咗幾千點㗎啦嚇，即係7000點啦，淨係如果睇4小時嚟講，咁就係即係一個指引咯，話俾大家聽啊，呢個位抽一抽，但係有可能會落去，即係會有可能性不同嘅，咁但係 so far 嚟講，大家大致上睇到佢有一定嘅指示俾大家睇到嚇。跟住再講最比較重要嘅日線啦，日線就清楚啦，12.5出咗，回翻落嚟，睇現喺10.700有一定嘅支持，再彈，再出現，再彈，再嚟到依家啱啱7.9出咗一個4月草，呢個 Bitcoin 嘅走勢日線啊，咁大致上我哋成日強調，越睇大嘅時間窗，你越會獲益，你越會分段到個勢頭係幾時。大幾時適合咪最好，幾時唔好啊？即係呢啲位置出現咗，佢有少少回調壓力啦，咁呢度唔少嘅喎，10萬點嚇，回咗3000點，咁抽翻上去再回啊！即係呢啲位置冇出現，咁呢度出現咗，咁就一個比較幾有用嘅系統嚟嘅嚇。咁我哋再講周線啦嚇，周線就更加係清楚啦，全部都喺呢度出現咗就警戒信號啦，直到而家仲未見到下低又出現任何嘅套陣一嘅四葉草出現啊，一堆土啦啊，可以咁講，呢啲位置出現咗啊，每次出現，但呢一次出現就唔係啦，第一次出現有啲用，第二次好強勢扯上去，咁我哋食糊咧攞嚟呢個位減持。啊！呢個位再減持咁解嘅啫啊！咁呢啲位置一樣啊，升到上嚟係咁升上去都會有乜可能嘅。咁最後啦，我哋睇住線啦，Bitcoin 月線好易睇啦，122點啊，大概呢啲位置嘅時間就賣升，8點嘅時間就有啲後抽回落啊，跟住升到嚟呢度，再回翻嚟呢度，再出現一個花就係2000幾點嘅時間。嚟到呢啲位，咁啊4萬幾呢度都20倍嘅啦，啊4萬幾點2000幾點，佢係再回翻落去13,000點就再出，啊講緊呢度13,000升到呢度有幾倍，跟住再上12萬幾又再出現，所以歷史上用月燭月線去睇出現呢個土陣嘅當日，如果你哋有呢套系統出現咗，就要警戒啦。即係話好難得先出現，講緊係以年計嘅，大家即管嚟望一望。呢度講緊2015年，呢度講緊係1年後先出現一次，呢度再出現2019年係講緊3年後，呢度講緊係再2年後2021年，跟住再1年後，跟住2年後，好難跟住1年後，用月線去睇。絕對唔會時常出現嘅好重要嘅警戒信號，即係話嚟到呢度成年先出現一次。咁有朋友有讀者問我哋，咁而家個 Bitcoin 嘅走勢係乜嘢啊？如果用月線最大嘅時間出去睇，就係個淡嘅走勢咯。因為佢係成年先做一件事，咁但係可能會好似當年咁樣落到嚟呢度升翻上去都唔出奇嘅強勢，咁但係。下低又未必有機會好彩出現到，咁要配合翻其他嘅系統，因為我哋系統嘅特性就只能夠寫到呢度，即係我哋嘅系統程式有啲位係未必全部可以讀到，冇可能全世界咁容易去讀晒所有嘅底頂都讀得到嘅所有嘅 system，所以我哋盡量做㗎啦。咁只不過依家個境界到大啦，出現咗先坐喺樓上嘅土陣一。就出現咗一個勢頭喺度下嘅走勢，到底跌到幾多冇人知。咁可以咁簡單咁講，通常由月線睇翻轉頭就睇翻呢度啦。即係月線嘅時間就一個 cycle 會睇翻晒1分鐘。跌到幾時啊？跌到呢度出現咗下底好多嘅四葉草。頭先講完嘅，就係呢啲啱啱講緊頭先出現咗係咪？而家即時釋放上緊。呢個就係我哋嘅系統嘅威力啊！即係用1分鐘又好，5分鐘又好，
15分鐘都好，難得出現嘅肚震出現咗耳洞，咁就係要做嘢或者食糊。食一食糊，你而家講緊1000點㗎啦嚇，呢度呢個係咪？個第一步出現咗就要佢做嘢。咁幾時樓上出現嘢係短線嚟講，咁啊自己都拿捏啦。即係如果樓上再出現翻同樣嘅職業草，就代表咗月線嘅效果係同步，就繼續要睇翻大細啦。否則嘅話，如果你哋要冇咗底，就用最短嘅時間窗去攞到呢個底部，咁就可以成功有機會好似月線當年呢啲位置啊，或者有陣時呢啲位置去攞到一啲底部嘅信號嘅。咁大致上 Bitcoin 咧就用土陣一就講到，就講到呢啲位。咁我哋不妨亦都可以望一望其他嘅產品，一樣都係咁樣去做嘅啫嚇。咁我哋是但攞個一先啦嚇，開翻大佢，同上次一樣，我哋都係嘗試去按啦。好啦，一樣啦。恒生指數期貨一樣出現呢啲咁樣嘅圖表嚇，用日線咧幫一隻市呢度頂住啦，大切啲落嚟嚇，但係呢度都係回咗，暫時冇咩睇。咁例如攞其他股票啦嚇，呢日線啊停講冇嘢睇啦，直頭係冇嘢出現。咁道指。啊，但係唔係？那同樣地啦，喺度出現咗啦，48000啊，呢啲位出現啦。咁你如果有安裝呢個套陣隻嘅系統，就自然自己可以隨心所欲去揾自己嘅產品去觀察，亦用同一套嘅系統去睇。咁喺呢度我 Tesla 喺度出現咗咯喎，咁咪升咗上嚟咯。全部係即時嘅去降階嘅黃金。一樣咁樣睇，呢度出現咗就升緊上嚟，呢度出現咗少少阻力嘅啫，就完全幫唔到件事嚇。咁即係個勢頭好強，咁直到呢度抽咗上嚟先出現。咁每次出現嘅時間先去籌備一啲嘢，或者睇準一啲嘢。咁純粹係一個輔助性啦。咁我哋做嘢都係要睇絕對比例嘅，即係唔係話永遠都一定係咁。好似呢一次佢回咗啲，呢一次唔回，呢一次真係回。3次有2次準，4次有3次準，2次唔啱，4次有即係5次有3次準。呢度有回啦，又回啦，呢度冇回啦。咁我哋要睇個比例上失誤嘅1、2、3、4、5、6、7、8、9，總數哋有9次，甚至我哋睇埋有10次，10次裏邊呢次係失誤，呢次係失誤。2次失誤，即係10次裏邊有3次失誤，有7次係攞到底頂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好系統嚟啦。用你只要避到呢啲位，回翻一線穿翻呢個線，我哋個肉眼會睇到嘅。但係佢呢度出現咗一線穿翻，就即刻唔好再理佢。但係當呢啲位置做咗嘅時間，佢就會有一定嘅可觀嘅利潤出現咗喺度啦。即係呢啲咁樣。所以用系統就睇下你自己點樣去拿捏嘅，每一個人都唔同。有方面啦，又睇下，同樣都係咁樣嘅啦，一樣出現咗唔同嘅走勢出現呢次失誤啦，呢度正確啦，呢個小頂啦，都當佢失誤啦，呢度都係啦，呢度就算摸到個底嘅啦，頂銷回
呢度都準備如是，話俾你聽差唔多啦啊。咁呢度就叫做小低挨一挨都叫做 OK 嘅，咁所以個系統係 OK work 嘅，就睇下你哋點樣去用佢嘅啫。好啦，咁啊，今日嘅土陣一就差唔多講到咁上下就差唔多啦，咁期待下一集嘅土陣二啊，咁啊，大家再見。